幸福其實係一門可以練嘅技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數字合一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，但係好少人認真練嘅課題。幸福係可以學嘅技能。呢個概念唔係我發明，而係來自我一個好鍾意嘅思想家 Leifo Robertson。佢講過一句好醒嘅說話：你而家嘅幸福水平有好大部分其實係你自己可以控制同埋訓練嘅，唔係話你聽完之後就即刻練成，而係你可以慢慢透過改變習慣同埋思維，令自己越嚟越平靜、越自在。有好多人認為幸福就係等到某樣嘢發生先會開心，例如等我升咗職就開心啦，等我買到樓就安心啦，等到我揾到另一半就完整啦。Leifo 話呢樣嘢其實好危險，因為你同自己簽咗一份合約，呢份合約叫做我而家先唔開心，直到我得到想要嘅嘢。但問題係好多時你得到之後，又會即刻追下一個目標，結果人生就變成無限期延遲滿足，永遠覺得未夠。我見過好多真實例子，有個朋友年薪幾百萬，住豪宅，開靚車，但每日都仲係好焦慮不安，因為佢腦海入面永遠有下一個 level。 錢解決咗好多實際痛苦，但買唔到內心嘅平靜。Leifo提醒大家，金錢可以買到舒服，但未必買到平靜。真正長遠嘅幸福係嚟自你對慾望嘅管理同對自己嘅理解。佢教我哋要學識講一個字：夠。呢個夠唔係叫你懶惰，而係叫你唔好再俾無止境嘅比較同慾望拖住走。講返實際例子，我有個學生之前係金融從業員，每日加班到夜晚，壓力爆煲。佢最常講嘅一句說話就係：等我儲夠錢移咗民就快樂啦。後來佢改咗電話號碼，思維開始改變，開始練習慾望管理。佢每日強迫自己減少一樣無謂慾望，例如唔好成日睇人哋晒幸福嗰啲視頻，唔好再衝動買啲自己唔使用嘅嘢。3個月之後，佢同我講：這個我發現自己即使仲未移民，都已經冇咗之前咁焦慮啦。另一個例子係兩夫婦好多年冇偈傾，成日因為啲小事爭吵。嗰啲小事開始嗰陣，可能只係想對方改掉一啲個人嘅小習慣或者壞習慣，例如老婆要求老公飲完水放返好個杯，老公覺得係小事，但係下次又唔記得咗做。久而久之，老婆覺得不被重視，再有其他小事就容易開戰啦，結果感情越嚟越差。其實咁樣好唔值得。如果佢哋識得諗，放好個杯重要，還是家庭幸福重要，咁相處關係或者模式可能有好大嘅改變。一個人嘅改變可能係一家3口或者4口嘅改變，甚至係幾代嘅改變。你諗下，如果有一個麻煩嘅親子關係，然後同伴侶又有一個好棘手嘅感情關係，咁已經足夠令你成日都負能量啦。日又煩，夜又煩，吸埋晒都係負能量，其他人都唔願意行近你，工作運都唔方暢順啦。分享多個例子係我自己。我之前做視頻短片覺得好麻煩，又要照燈又 set 位，面對鏡頭呢又好唔自然，講嘢有時係窒口，成日要花時間重拍，自己又唔熟剪片同埋製作，要靠學生或者助手幫忙，所以平均1-2個月先出一條片。而家我會簡化程序，我會刻意控制自己嘅慾望，例如而家只係用1部手機拍片，覺得冇必要買啲昂貴嘅設備，因為我知道再多一件器材唔會令我更加滿足。而家手機錄音之後用 AI 轉成文字，為咗減少拍攝同埋剪接嘅時間，我多數用卡通公仔代表自己出鏡，仲會刻意精簡內容。我而家已經覺得出視頻好輕鬆，將製作短片表達分享呢件事變成樂趣。呢個就係 Leifo 講嘅智慧：向內建立財富，向外修煉幸福，兩樣可以一齊做。如果你想即刻開始行動，我俾你3個簡單步驟。第一，拎張紙寫低你而家最有興趣、最自然做得好嘅3樣嘢。第二，諗下邊一樣可以變成可以擴張嘅產品或者項目，例如線上課程、YouTube 內容、工具、服務等等。第三，每日刻意減少一樣無謂慾望，例如今日就由少比較1次開始。記住，Leifo唔係叫你做苦行僧，
佢係叫你做一個清醒、自由、有效率嘅人。最後總結一句，自己創造幸福嘅核心就係用自己獨有嘅能力，借助槓桿建立可持續價值，同時簡化慾望，培養內在平靜。財富令你有自由，幸福令你有安穩。我係數字合一。如果你鍾意呢個內容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一齊修煉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